台南市在地农产嘛用个生出新的风味，有着市府农业局举办农来小厅，和爱港人的农产行销。日前伫后壁区布谷农创馆来举办，以着后壁区农会人气的商品米夫双麒麟为主角，提供18种来自各地农会精选佐料，和民众自行来选择，透过趣味的食法，推广台南的农产。来到后壁农会，结合了18所农会的农特产品，跟后壁农会的米夫双麒麟来做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其实这个部分不是我在行销而已，事实上已经是获得市场的肯定。很多市场、很多民众来清寮观光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来这个产品馆来买台南市各大农会的产品，那都非常好。那这个双麒麟有甜有咸不管喜欢吃甜喜欢吃咸都有，你可以获得你喜欢的东西所以说在那边其实让台南的农特产品发光发热，不仅是农业局，也是所有的农会更是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向他们介绍我们台南优质农特产品，而且是强强联手结合在一起，特别具有巧思。限定的农来小厅9公克的佐料拼盘，总共有18种的风味，有咸有甜，拢是来自台南各区农会在地农产，有柚子酱、果干、香酥甲日香松等，提供民众自由来选择，打造出创新又具有意义的热天消暑的组合。欢迎民众从今日起到8月31日，拢会用到后壁区的布谷农创馆。用行动来支持台南在地农特产品。台南新闻综合报道。